过来看这台中大街铁店山，有民众反映讲，这观景台步道的铁栏若是去摸到，就会互电到。不过这边仔并无电力设施，市府认为可能是因为这护栏的材质是金属的，才会造成静电。会个另外来设装置，避免阁有人去电到。经营到台中的铁店山，望到景观台步道的栏杆，麻麻的感觉，互拢行一条。稍微有一点刺痛麻麻的感觉，这样子。你没有心理准备，一开始一定会吓到啦，对。就是没有预期到啊，对，就是你没有想说，你摸栏杆的时候可能会有触电的那个状况。不少人到台中大街铁店山雕塑公园观景台步道，望栏杆向顶观行，拢会发现有被电到的感觉。安尼情形到观景台更较明显，也向市府反映有疑似漏电的现象。市府风管所表示，附近无电力设施，或者是电线通过，会备电是因为静电现象。秋冬的季节，铁砧山的风是比较大的，那所以秋冬的季节，然后再搭配上你如果比较不下雨的时间，就是比较长时间没下雨的话，那天气就会比较干燥。那比较干燥的时候，就会比较容易发生这个触电的现象，这样子。那个栏杆啊，就亮亮的，然后发烫，不小心一碰，那真的是就是触电的感觉。台中市风管所表示，观景台甲栏杆是废自控年设到即马，推测是金属材料的钢管拄着大树环境甲风吹力量，才造成安尼现象。秋天天气大树更较明显。物理老师指出，静电产生是正负电不平衡产生的负电转移现象。在栏杆上面可能累积大量的正电或者是负电，当我们人体经过的时候，不同的界面跟它接触的时候，会产生所谓的放电现象，就是我们感觉到电到的感觉。物理老师指出，是毋是去除掉环境的大树程度甲物理的绝缘性，拢会影响静电产生。建议民众用成望静电球，互体内正负电平衡，就用避免去电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